中學，係人生中一個重要嘅時光。呢度係我哋成長嘅地方。譚萬鈞教授一直相信，每一個年青人都應該有受到教育嘅權利。喺50多年前，譚教授選擇走到當時教育機會缺乏嘅元朗，就係為咗將人人可教呢粒種子埋下，令到有更多人因為有機會受到教育，繼而成才。時代會變，景物亦然，學習嘅環境亦都不斷咁改變，但係人人可教嘅教育理念始終如一。55呢個數字唔單止係記錄咗我哋一齊走過嘅歲月，當中更包含住一代又一代嘅萬鈞白球人對教育、對學習一直以嚟嘅堅持。感謝所有咁多年，無論係陽光燦爛定係春風秋雨，都堅持付出嘅每一位同行者。將來會有更多萬鈞白球人會喺呢度畢業，繼續創造出更多屬於佢哋嘅精彩故事。相信無論再過多幾多年，呢一段喺萬鈞白球度過嘅時光，嗰份初心、獨有嘅默契、恆久不變嘅情懷，仍然會烙印喺每個萬鈞白球人嘅心裏面。